自2024年8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同心合一，主要同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上卷28章20到29章第9节。大卫阁甲所罗门指示安怎分配祭司甲利未人的班次，互因接手伫上主殿内服侍的职务，以及管理上主殿内的器具。大卫阁指示伊用偌济金甲银做逐种服侍要用的金器甲银器，金甲银的灯甲灯台，放献祭的饼的金刀甲银刀。阁指示伊着用偌济纯金做肉叉、盘、杯、碗，以及用偌济银做银碗。阁请廉价的金做香坛，嘛照设计图用金做天使基路伯的车，因铁开室遮砍上主的约柜。大卫讲，顶面遮的设计图，拢是照上主亲身指示我写出来。大卫阁甲伊的囝所罗门讲：你着坚强勇敢去做，毋通惊，毋通软。你看，遮的祭司甲利未人伫上帝圣殿服侍的职务已经分配好势，嘛有真侪功夫真好的师傅欢喜帮赞你，阁有真侪官长甲全体人民拢会听叹你的命令。大卫王对全会众讲：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，毋过还少年，无经验。这个工程真大，因为这个圣殿毋是为着人，是为着主上帝起的。我为着我的上帝的殿已经尽力，有准备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茶，要做逐款器具，阁有准备真侪红玛瑙、铜镶的宝石、光石、彩色的石，逐款的宝石甲大理石。我依赖我的上帝的殿，就伫准备去圣殿的材料以外，阁将我积聚的金银，拢献做去我上帝圣殿的路用。纯银240外公吨来搭圣殿的壁，以及互师傅做金器、银器甲所有器具的路用。今仔日还有啥物人欢喜奉献？奉献伊本身互上主。安尼，族长以色逐一族的首领，管100人甲管100人的军官，以及监督遐个甲王做工的人的官长，拢甘心奉献。因为着上主圣殿的工程，奉献金170外公吨，银340外公吨，铜约620公吨，甲铁3400公吨。有宝石的人，拢将宝石摕去交互吉顺人亚歇，送入上主圣殿的府库。人民拢真欢喜奉献，因为因尽心献互上主。大卫王嘛非常欢喜。同心合一，主必同在。对历代志上卷25章到29章，作者陈述大卫伫最后统治阶段的心思，借着3段临终吩咐，呈现伊用心准备建造圣殿的工作，阁将建殿的使命交接予所罗门的过程。对经文中可见，大卫深刻明白上主的伟大，以及建造圣殿的重要性，所以会当尽伊所为
来筹备建殿所需要的一切。第22章14节，大卫对所罗门讲：我辛辛苦苦为上主的殿准备金3400公吨，银34000公吨，这甲袂称得的铜甲铁，搁有石甲木材，这个以外，你搁通加添。代表王深知，为主做工爱面对的，毋单单是身躯的劳动，搁较爱伫人的心的软弱甲社会中，凝聚甲上主同心同行的力量。所以，大卫三番两次提醒所罗门，你着坚强勇敢去做，毋通惊，毋通软，因为主上帝，我的上帝，甲你同在。伊一定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，直到你完成上主圣殿的工程。大卫是安怎拥有安尼的确信甲感动呢？我想答案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。29章第20到第30指出，大卫王尽了上大的努力，为这圣殿准备材料，有金银铜铁木材。贵重的石头、宝石、平斗花的石头和无数的大理石，就算已经准备这个材料，大卫还深惊准备了无够，因为安尼，伊搁对个人的财产中提出银仔甲金仔，因为伊疼上帝的圣殿。过程中，大卫也想知影，什么人愿意含伊同心为建造圣殿奉献？因为安尼，伊大胆全面来提问：今仔日还有什么人欢喜奉献伊本身互上主？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看见，各宗族族长、各支族官长、千人和百人的指挥官。甲王室财产的主管，拢乐意奉献。这人乐意奉献，表明因会同心合一，互大卫感受到伊毋是独自一个人伫为圣殿的工程奔走。因着众人彼此同心的奉献，互大卫搁较肯定伊对所罗门讲的：我所侍奉的主上帝。甲你同在，伊袂放杀你，伊要甲你同在，直到你完成建殿的工作。大卫所体会到的感动，对今仔日的教会上款重要。伫变化快速的宣教河场，牧师甲长职同工，除了需要主的同在，也需要兄弟姊妹伫共同的意向中同心同行。当兄弟姊妹会当甲牧长同心为主做工，主也要甲众人同在，搁赐福教会推展的事工。兄弟姊妹会同心合一，也会敦促牧者搁较坚强，搁较勇敢，尽力为主做工。默想伫教会的信仰生活中。我是毋是经历过甲兄弟姊妹同心合一、主必同在的应允？伫教会的信仰生活中，我是毋是经历过甲兄弟姊妹同心合一、主必同在的应允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天父，你的同在是我上大的安慰甲望，也是我勇敢的来源。恳求上主的灵感动我，互我会当积极参与教会的部分事工，甲兄弟姊妹互为肢体，做伙经历同心合使，甲上主同在的平安喜乐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